去这3年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未少还阁咧派房屋贷款的民众，样样要记载袂牢咯。行政院已经通过房屋贷款的补贴方案，符合资格民众每一户会当补助3万块。6月初1日早起9点正式来开放申请，上紧7月就会当摕到钱。就爱啥物款的条件才符合到补助的资格咧？讲这个年收入伫咧120万以下，原始贷款的总额台北市的主体850万以内，其他的县市700万以内拢会当来申请。讲全台湾大约有55万人会当抢到这条钱。万项物件通货膨胀，房价嘛一年比一年较悬，加上央行继续升息，互贷款买厝的人是六甲强要无法度喘气。行政院通过房贷补贴方案，符合资格民众，逐户会当领3万。6月初1日下午9点正式开放申请。你觉得3万块虽然这个价钱还不错，但是其实认真算起来，这就刚好就差不多1年的利息。因为内政部强调，补贴方案唔是要鼓励民众买厝，嘛无适合用伫咧买高房价的人。嘛袂互有伫咧细厝的厝头家领到补助，所以有真侪限制。这款钱敢若有一笔自用性质的主体贷款，迄贷金额规定，台北市是850万以内，别个县市是伫咧700万以内。无论这款钱独身，或者是有翁有某未成年的囡仔，总额金额敢若当持有1户，家庭总所得嘛伫咧120万以内。预计全台湾会有55万人享受到这个优惠。基本上。你没有4位数，根本就找不到。台北市买不到850万的嘛，金额部分要再调高。基本上能用的人真的不多啊，所以说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吧。因为什么市的民众平均所得较悬，相对房价嘛较悬，真正能享受到这个优惠的人有限。大多数湘北贷款买厝的人嘛是面对看会到，也接袂到。买得起房子最主要什么？就是高房价嘛。政府真的努力把高房价降下来，很容易的做法就是政府让那些投资炒作人不要去囤房，能够落实的话，让房价都会释放出来嘛。补贴方案到底敢有帮衬？敢真正当减轻贷款的压力？中央反省嘛是要斟酌思考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